顾嫂咯，咱即嘛是要做专题演讲，真欢喜，咱会当请到廖俊惠医师。廖俊惠医师，伊实在是非常一个热心、经验丰富的医师。伊是专攻内科、老人科，伊嘛退休于开始医院，而且伊北美洲罗家医药传道曾任会长，所以可以讲他是非常经历丰富、资深的金刚心一个医生。伊佫参加足多的演讲甲讲座。我们现在就热烈鼓掌，请我们的廖医师请。大家听过就袂记了。希望今日大家听到会当小可记一丝啊，因为今日要甲讲的，要甲大家讲是讲，重点是讲要大家安怎会当快乐，安怎会当幸福这边咱我哋这个园区我想今日要甲大家讲的，当然大家知影讲，这回音什么我可能伤大声。好，大家会使注意听，唔免讲足久啊，搁困啦今日咱台湾在一些台湾最近的这个寿命咱会当看伫这个查某拢比查甫较侪岁啦尤其是整体台湾来讲，查某拢比查甫袂差要7岁伫目前伫这个咱今年2016年咱即摆查甫是差不多平均的年纪差不多要到70几岁要到80岁查某是已经超过80岁啊。但是咱的年纪愈来愈长，所以咱人的寿命愈来愈长希望咱老百长辈会嘛人会愈来愈多因为做时大年纪拢愈来愈多对但是这个是一个法国的查某人伊活到122岁是咱目前最近的这个历史来讲寿命上长的活到122岁但是感觉来讲，哇，这灯会修就好当然，大家人来，咱要讲，大家人要问讲，廖医师要食啥物才会当活较好咧？才会当活较灯会修咧当然无毋对，咱大家拢要活灯会修，但是会记哩灯会修以外，咱活得久，但是咱活了有快乐。我甲大家讲，这个题目是无啥对，你看大家拢足快乐，大家拢笑甲嘻哈不过无要紧，上无恁天天了解嘛，咱等于是教别人讲要安怎活得较快乐咱讲咱人拢会老化，咱拢年纪较侪安怎正常的老化就是讲你身体本来真好势，但是过来渐渐的，这个机能就较歹去你会记渐渐就爱牙乖爱坐轮椅啦但是有的人呢，年纪小，也搁真少年，就随去就爱牙乖就爱咱讲未老先衰这就是讲变态啦但是咱嘛看到真成功的人，因会当活到我还记得我有真济日本人有影身体真好，我看90几岁来我门诊看还佫身体好甲免牙乖其实咱遮嘛一个当教授身体嘛怎样我知最近有较差一丝这嘛是身体怎样所以真成功的老化，咱要安怎才会当成功的老化毋是甲大家讲。要安怎活较长岁数尔？咱活到长岁数，佫会当真成功的老化，毋免靠别人，毋免佫会当真快乐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讲是讲你要互成功的老化，是讲你的生活要有品质。生活品质就是讲你要尽量会当独立，对无？无你若各项代志拢我靠人，你就成。所以咱生活咱要有独立，咱要家己当独立，当然咱把生活真快乐但是咱的性命还有重要，对无？有的人讲咱真济较济年纪人上惊去老人，伊讲我去老人足无重要所以到底是要安怎才会当活得快乐？佫会当独立自主，佫会当有那个生命有尊严咱要安怎独立，就是主要讲咱的日常生活，你要食物件啦，要穿衫啦，洗澡要创啥拢爱有人，拢爱毋免靠人因为你办法要换一衫，要爱去白手都爱靠人，当然是生活总是
就较无法独立吼，就较艰苦吼。啊，你搁不但是干安尼尔吼，咱即个普通吼，咱个交通啥，真侪人有真侪吼，敢年纪较大吼，我着开车是并即要出门，着爱人载啥，种这拢是一个问题吼。所以一个真成功的老化，真成功的即个吼，较健康、较有快乐的生活，你爱有即个独立，你种各项代志，全部来当独立，家己自主。你要开支票，要创啥，逐项拢当创吼。这是咱一般的咱即个生活品质上好是会当独立生活吼。但是你要安怎独立生活，当然有足侪影响吼。你的环境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若讲你无赛车，但是你若住伫像讲纽约吼，住伫纽约啊有足侪真好的地铁吼、subway啥吼，啊嘛无爱见着。但是你若住伫一个环境，啊你无赛车袂使，你袂晓赛车时，环境就影响到你的独立嘛。你偏偏要出门就爱叫人对吧吼？我有一个亲戚，因后生哦，住伫台湾，足好诶，家买伫这北投啊，什么迄个做啥物？哦，迄就是足好诶地种就对啦吼，啊叫伊住，啊甲住伫楼顶吼3楼吼，风景足水诶。问题伊关节炎真严重，含爬楼梯都袂当爬，所以若爬起楼梯就毋敢就来，啊若爬起楼梯毋敢就来，啊若落去楼骹毋敢去，吼，所以足艰苦诶，住伫一个，所以这个环境足重要，咱适合咱诶环境。有当时咱年纪较大时，咱以前所住诶厝，足侪楼梯无定较无适合吼，这拢有关系吼。啊，咱诶认知有当时年纪嘛较大，有个人小可即个智力较有问题，小可有失智的时候，这嘛是影响到你的日常独立生活。毋是讲你有小可失智症，你就一定爱靠人，但是总是你着生活，你的生活小可咧调节吼，你无定我着开支票铺啊，什物啥吼，种吼，啊是讲你医疗方面吼，就是你的身躯的、你的身体的问题嘛，影响到你生活品质，吼，像讲你的你若有心脏病，吼，行着路真喘，爬楼梯真喘啥，吼，即种会当，所以真侪吼，你的情绪啦，吼，有当时真侪较侪回人，吼，情绪较无好啦，吼，有时小可有忧郁症啦，吼，啊，真正无爱出国，吼，即拢会当影响到，所以真侪吼，啊，真重要就是讲咱定下讲有即个社会支持，你一个厝里孤单的人来家己大时，有当时就真我独立生活真艰苦，但是你若有一个真好的，就讲不管是咱即个长辈会啦，是讲伫咱即个教会啦，啥物啥，有真侪人会当叫帮衬，真侪人要出门的时当去甲载，哦，啊，要有当时甚至会当家准备一寡食物件啥，所以即个社会支持吼，真好的支持的时，你嘛较会当独立，吼，啊是讲即个经济上面嘛真重要，咱讲年纪较侪，啊若。有个人吼，安尼无种花啦钱拢，啊，紧刷互囡仔吼，结果食后咧囡仔钱摕做走吼，啊，就老是艰苦对无吼？即嘛是艰苦，所以咱嘛爱注意吼，有时老母嘛爱留一寡吼，所以当然即个心灵上年纪较侪时候，常常你就开始去想着后摆的代志吼，后摆咱活这世界是毋是搁另外一个世界？即种种心理上代志，所以你咱看着讲影响着老人人吼，毋是讲一个医疗呀，逐摆我来去讲吼，上爱听，逐个上爱听你甲我讲食啥物物件，咱活较好咧，你食物件活较济岁。其实咱人有一天要食较济岁，咱人都要活较快乐，所以今日甲大家讲安怎活较快乐。哦，真济方面咱拢爱着注意着吼。OK。啊，你即个讲着生命的尊严，吼，嘛是咱爱去考虑着。真济咱即摆真济人年纪到尾啊吼，伫即个人总是有一天一定爱去吼，那你一定爱死，咱拢无爱去讲着迄个代志，但是总是咱有一天爱面对。啊，你所面对的是要后摆你要去的时阵，是要伫即个像讲家户病房吼，规身躯擦到种倒翻足济马里特，啊，家己一个孤单伫遐慢慢去，你是要安尼过啦，还是你要像这安尼？哦，啊，甲上尾啊，有倒伫恁兜伫门前，啊有你的囝儿拢伫你的身躯边陪你行最后的一程。哦，这讲起来是真侪人，其实我真想要讲这项代志，但是吼，咱华人的这个社区社团咯，甲我来讲要讲这哦，我讲后来你莫讲迄个人要听啦吼。啊，但是实在讲吼，这嘛是一个真重要吼，咱来面对现实嘛吼，有一天总是要面对。所以这是生命的尊严，咱活着的时爱活到真有尊严，咱要去的时嘛爱去到真有尊严。吼，这老摆有机会才讲吼，就是讲咱有要去的时候，当时吼，你爱讲爱吼，讲谢，讲道歉吼，你过去所做唔对道歉，再你家讲道别吼，你才讲
安怎讲？好死嘛，吼，死啊好。人，这个马斯洛这是一个真出名一个心理学的专家吼。伊讲咱人有足侪需要，上基本的是啥？生理的需求嘛。你人若艰苦身躯痛，你甲讲啥拢无效益，你紧甲我痛解决上重要，对无？你人若破病，我身体无好势，你紧甲我身体治疗，所以上重要的这个身体这个生理的需求是上基本的吼。但是你讲身体电工就好啊，身体电工以外，过来搁进一步，你着要，你若身体已经，你若讲迄个无饭头食，你有饭头食上重要。你若已经有饭头食，食好势，过来你第二项你着要有一个安全的需求，你要有一个安全的生活吼。像咱大咱华人大家拢爱住伫迄个真歹的犯罪真侪的所在，对无？咱要有一个安全的可靠、安全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吼。安全了，咱就需要去社会需求。咱人我都独立，家己一个人过日子，甲你陷一个岛内底，互你后通食、后通穿，逐项拢有，你敢会快乐？袂，你过日真艰苦。恁家这长辈会大家做伙来遮，有通讲话，有通老朋友做伙开讲，有这社会的需求，这是一个真重要，对吧？吼，社会需求了，咱伫咱的这个团体内底，咱嘛需要互尊重。这个团体内底，足侪人大家拢看你袂起，拢讲你这个人是歹人，无人要插你。所以袂使，咱就要受到尊重。到尾更较好的是，咱就需要自我实现，你要有一个完成做一寡完成好的代志，做一寡完成你的人生完成一寡目的。所以这咱人生的一寡需求，所以真重要。做一个医生我要甲你讲，这个生理需求足简单的啦，但是我感觉我已经讲毋知几啊十摆，当然来这是第2摆啦，但是我。可能讲几百摆啊，讲到我感觉讲生理需求足重要，但是其他遮我嘛要希望甲大家分享，互恁讲会当身体健康，佫会当真快乐、真独立，佫活到真有尊严OK， 所以咱一个全人的健康真侪医生你去互看，你心脏病，我甲你看心脏，你头壳跳，我甲你看头壳，你骹跳，我甲你看骹，就看一个真细的器官尔。但是咱人就是一个器官尔，你骹足好诶。你心脏足好诶，你嘛是你诶生活嘛，不一定讲真健康嘛，不一定讲真快乐。咱需要是一个真好诶全人的健康，全身躯、全体拢会健康。先把做全人健康，身体健康都有足重要人死就免讲嘛破病免讲。但是除了身体健康以外，你心智嘛爱健康对吧？你若有失智症，是讲你有忧郁症。真侪人身体足健康，佮足有钱，逐项拢有，毋过伊忧郁症，结果去自杀，对无？所以身体的健康真重要，心智的健康真重要。但是除了这以外，咱的生命嘛有一个意义的。真侪时阵人讲迄个人家己等死尔，伊就伫遐后咧食后咧穿，但是人生无一个目的，人生无一个意义，有影家己等死着。所以生命这个灵性的健康嘛真重要，但是当然佫一个就是讲。真正，咱待要甲大家讲，人际的关系真重要。真欢喜大家来遮有一个，咱真欢喜咱台湾人有遮个社区，遮个活动，互大家有一个保持一个真济关系你像你若家己一个人孤单的时，你无一个真好的真济关系，你的生活绝对袂讲真快乐你的生命袂讲真快乐。年纪渐渐大，身体渐渐有变化咱的生理上有真济变化你的。视觉较歹我想这我毋免甲大家先讲，本来有人甲我讲你这讲较详细，我讲我毋免先讲，因为恁大家拢经验过目睭有较歹视力较歹就爱目镜挂起来种种开车诚来危险的，较无快种种呢，脑的机能嘛较退化，咱记忆力较歹看到迄囡仔囝甲讲啥代志就记起来，咱较济岁考几10摆来遮听因到听10摆，转去佫拢袂记所以有较歹，但是。毋是讲逐项拢歹，咱年纪较大，虽然是记忆力较歹，但是咱的判断力较好，对吧？咱有经验咱有真好的经验，咱较会晓判断其他你的味觉味觉较歹，咱这叫做这个味蕾taste bud 你的吃的味蕾愈来愈少，所以真侪较年纪较大时较重味，渐渐较重味，爱食足甜的爱食足味足特别是甜愈济岁愈爱食甜，你有咧感觉所以这有人些少年人煮的，你就讲做婆婆的人嫌辛苦，讲煮到这拢无滋无味但是因为你的味觉无共款，你的味觉咱会知了解年纪较大小姐嘛退化
肺功能嘛较歹吼。即种这其实吼有足侪研究吼，我无爱去甲你讲到足侪程度，咱嘛知影讲咱关节吼，渐渐迄软骨愈来愈歹啊，所以定定关节炎啦、关节疼啦吼。种这肾脏机能较歹啦，即真侪吼。有真侪人拢甲我讲吼，我食迄个药吼，我共款的即个数迄个力量吼，已经食几啊十年吼，你若要甲我减少，有当时啊就是因为你年纪较大啊，你的肾脏功能较歹，吼，药剂较歹，肝较歹，所以共款的药啊，以前是食这个量就有够，即摆食这个量变做伤怪去啊，因为你我都对药剂排泄，我都对肾脏肝脏排泄吼，所以种种咱真侪咱的生理的机能拢会受到影响吼。伫即个年纪较大诶吼，较侪岁诶时吼，拄则讲到金色年华啦吼，也是拄则讲有一寡做银华贵族啦吼，这样真好吼，真好诶吼，即但是总是有较即一寡即较无白吼，少年人甲少年较无共款，即个失智症对吧？真侪人惊讲失智症吼，就是较早讲老年痴呆症啦吼，阿兹海默吼。忧郁症其实老人忧郁症也真侪吼，我讲过啊，我听真侪所在讲即个老人忧郁症，因为老人忧郁症甲少年人忧郁症小可无啥共款。少年忧郁症吼，少年人若忧郁，咱一看就知影忧郁吼，由头甲尾对。但是老人诶忧郁症定毋是互你看出来，伊看出来拢是讲我遮疼遐疼，规身躯拢总疼，医生安怎看拢无病，敢若疼。迄就是有当时就是忧郁症吼，足侪情形吼。尿失禁咱嘛知影，尿失禁咱像讲真无重要，即个尿失禁其实尿失禁真重要咧。对迄个有尿失禁的人，有当时伊尿失禁足见效的，就爱下药珠，无嘛毋敢出门，一出门就想要装便所吼，所以说拢毋敢出门。所以尿失禁来讲，是嘛是一个对较侪岁人来讲嘛，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吼。医生有当时嘛来处理，有真侪尿失症医生嘛当处理，会当治疗吼。免讲一定讲我就一定爱尿失症，迄就因为我年纪大法度啊吼。骨质疏松咱免讲吼，有机会吼，再讲这骨质疏松吼，真侪咱骨头较胖吼，较容易跋倒，较容易骨头断去吼。跋倒真侪，跋倒因为你目睭视力也较歹啊，吼，你的感觉较歹，你佫有关节炎，行动较无方便，吼，种种啥，所以真侪少年人伊住伫厝里，迄楼梯啊几啊十啊，一个就拼起哩吼，无啥物烦恼，安尼无考虑讲因爸母已经是年纪较有关节有疼啥吼，爬楼梯毋是较简单吼，一步一步慢慢行。啊，你若厝内底佫目睭无好，你暗时啊不时甲电话存到花，因为少年人讲电话无存花困袂去。啊，存到花，老尾人爬起来要去便所，暗时佫要去便所，啊就看无，啊就跋倒，啊跋倒就较跋长去，吼，真侪人安尼吼，我定看到伊讲要跋倒，所以这拢爱注意着吼，咱来迄个吼。啊，你的听力、视力拢有问题啦吼，啊，佫真侪较侪岁吼，困较袂去啊吼，定真侪这问题定定咧讲吼。佫第二讲做医院，现在讲药啊啦，哦，我看真侪年纪较侪吼，啊，就遮疼遐疼，啊，就遮去看这医生开这种药，啊，去看别医生开这种药，啊，看台湾人这个情形上侪吼，哦，因为台湾人讲做啥物健保吼，我是毋知吼，讲免钱吼，啊，遮看遐看好，啊，一摆来看我看有诶台湾来遮诶患者吼，啊，互我看吼。吼，迄人我讲叫伊药仔摕来我看，用一个大袋啊，无规包的啦。我讲我几啊十个药仔，伊讲伊即马胃口拢无，啊，讲你食遐药仔免哪胃口，食遐药就饱咧吼，啊，药仔食饱着。啊，所以但是你要知影讲，每一种药仔拢有副作用，啊，若食啊足侪种药仔，即种含迄种含落去的时候，真侪问题哦，吼，真侪问题，所以药仔真重要吼，莫黑白食，莫蓝输食。你去看医生的时，爱互医生知影讲你厝内底要有啥物药仔，毋是干那讲医生开的药仔，包括你伫市面上你黑白买遐啥物，遐是啥？补助品吼 ，supplement 迄种吼，爱注意吼。我看足侪问题吼，足侪甚至食甲入面，食甲迄个，啊有诶像讲中药啥，食甲油脂拢歹去啥吼，即拢爱注意吼。健康啥，当然咱讲咱拢上主要，大家拢要看医生，找一个较好诶医生，找一个较好诶病院。哦，医疗照顾当然若好诶是真重要。哦，你若真好诶医疗照顾，哦，你会当互你身体较健康。但是其实医疗照顾毋是讲上重要诶。吼，你个环境嘛足重要，咱拄则讲着，你住伫一个真歹的环境，像伊讲住伫北京，空气污染较侪吼。台北市听讲即摆空气污染计足好啊吼。啊，我毋知影啦吼，即我是看报就安尼讲吼。啊，所以种这环境啦吼，也是讲你的即个环境卫生真歹吼，拢会影响到你的健康，甚至比即个医疗照顾更较重要。啊，即个遗传都嘛足重要。咱一个讲，咱有真好的遗传吼，爸母拢活到90岁、100岁吼，但是当然这嘛毋是一定的，上重要是啥？
你要到一半拢是你的生活形态，就是你的 lifestyle。啥物叫生活形态？纷纷啉酒，乌白来食啥物junk food 啥生活形态最重要。所以你要讲要身体健康，当然你要找好医生，要找好病医，要住好环境，上好是好医团，反正你是袂当决定的你也袂当找袂好但是上重要，你的 lifestyle 你要创啥真重要健康饮食。啥物也做健康，这是大概我来讲，我来题目，我古早我定定爱讲这个健康饮食这因为这题目足好讲因为健康饮食你要讲讲袂了啦，因为太济咧大家足爱听你也讲啥物药，啥物食物食的偌好，大家拢足爱听但是其實你若去看美國的啥物遮上大的啥物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啥，遐足大遐機構伊袂甲你講叫你食啥物食物啦，袂講叫咱遮台灣人做來講啥物食啥物啥物水果，啥物食啥就食啥物食啥食偌好食無袂啥，伊無咧講迄主要是食無共款的食物攝取完全的營養，無固定食一項菜，因為迄項菜每一項菜攏百米攏有好處，你逐項菜攏食才有法度得到所有的營養閣你逐項菜迄個蟲害蟲嘛無共款的除蟲藥，你若共款攏食共款菜是，你特別迄種除蟲藥就食足多所以毋好家己食，毋好 picky， 毋好家己選一種食物，但愛食食量愛控制，毋好食傷多還有一個時間我愛看一下因為我來去講上驚就是人攏感覺講我攏講傷多所以我講話攏講足緊因為我若無講足緊，我就講袂了。毋過無要緊反正大家攏聽聽偌濟，收偌濟這個食量當然足重要，這我毋免先甲你講咱花錢還好嘅花錢大家身材攏真水攏無講像迄咱看有的啦咱歹勢講啥物款人毋過遮有真濟人攏食真濟，食真大食量真重要，尤其是年紀較大你也較無法運動你身體較無活動是你身體的需要量較無需要多所以食量的控制真重要青菜、水果、食品真重要有类的是尽量食好骨的是啥？就是講，其實你若要講食食物上簡單一句話就是講，盡量莫食精緻，盡量食天然。精緻過愈弄甲愈清氣、愈水就營養較愈消失去有類嘛是共款，你食迄糙米較脆迄就較有補助着。你食迄白米就較無就創清氣去米粉嘛是共款你食迄个白干面包白水，迄就拢有精致去逐项物件上好是天然的，爱精致所以多吃谷类即马若讲到食物的健康你若看最近的这个医学报告讲上济就是糖是上歹。古早讲盐足歹，即摆讲盐无定嘛无咁歹。古早讲油足歹，即摆讲油嘛无定无较歹咱有机會會使講較濟但是總是即擺整個胃的即個食物的即個健康小可咧改變，就是講較早講一條一歹，像恁攏知影講膽固醇，古早講食兩度安怎啥，即擺講無要緊，即擺美國的上新的即個建議講膽固醇無限制食兩幾有一個日本的報告一個人一天食4粒飯食6禮拜，膽固醇根本就無影響。因為咱的膽固醇大部分攏毋是對咱的食物，攏是對你的肝啥製造的，對吧？所以真濟即擺咧改變，油也較無較歹，鹽也較無較歹，膽固醇也較無較歹，但是即擺過來上歹就是糖啦。糖會當做足濟擺糖，即擺當然毋是講互你糖尿病較歹控制，互你較會大箍，佮糖對你的糖互你的血壓會較懸，糖對你的心臟也無好，糖即擺是上歹尤其是白糖，尤其是精緻的糖，你要講啲咧食較濟 nuts 遐啥物。pistachio 啦，啥遐啥物果，也是食即個植物油啦，avocado 即種動物的東西嘛是真嘛，尤其是加工過肉的製品，啥物加工過肉的製品，火腿啦，我哋加工甲後面食迄個煙腸啦，啥種遮無人咧賣煙腸我袂記你新聞節才頭講在即個加工過肉製品有加工過盡量買，因為你加工過時
尤其是迄愈红愈水吼，迄内底毋知有掺一寡吼硝酸盐啥吼，迄啥吼。当然，即个拢讲无啦吼，咱即个拢讲，迄拢无咧包，拢无硝酸，拢无包括啥物，拢无毒品就对啦吼。只要人是重新做，拢是好诶啦，是吧？缓释脂肪吼，所以即摆对这健康诶这饮食吼，上重要观念就是讲，逐项拢会使食，但是要食啥物款，就是讲油嘛会使食，但是是啥物款诶油；糖嘛会使食，是要食啥物诶糖。因为你甲想起来，种种诶食物就是迄几项尔嘛。你讲我这我食歹食都枵死啊，当然枵死拢袂化病拢袂着嘛，对吧吼？但是你总是你爱食是讲油要食啥物油？缓释脂肪是上歹，缓释脂肪叫 trans fatty acid。即摆美国即摆禁止啊，无咧用吼。搁再来胖啊吼，胖诶做甲足水诶啥吼，迄内底拢缓释脂肪。饼吼 cookie 吼，因为咱咧缓释脂肪是对迄植物油做来，虽然讲植物油无含胆固醇，大家拢想讲偌好，毋过伊甲加一个氢键，等于缓释脂肪，等于互你诶歹诶胆固醇悬，等于好诶胆固醇低啥，等于好。所以你若讲缓释脂肪吼是歹，上歹，即摆是讲上歹吼。当然咱讲胆固醇吼，即摆即个新诶解准绳是讲无限制啦吼。但是嘛是莫讲伤食盐嘛较歹食吼，但是我嘛讲过吼，其实即摆盐吼，较侪会盐当然是莫食伤济，但是嘛袂使食伤少吼。咱讲差不多3 gram 吼，莫伫咧桌顶莫搁加盐，因为你食盐食伤少，你内底可能有人有捌经验，你诶钠离子伤低，嘛是会造成问题吼。尽量对食物中摄取营养啦，莫去食遐啥物补助品啦。补助品，咱等下讲吼。我来讲即句可能较怕死吼，因为人真侪人讲咧卖补助品吼。不过，咱是做医生诶，我毋是咧甲你讲你行歹遐歹，咱是做一个医生，做一个拢总诶一个建议啦吼，就是讲世间诶物件，自然诶总是上好啦吼，尽量莫去食迄落吼，因为我定定感觉讲一项，这吼我有当时讲话较直接吼，我定定感觉讲这什么科学中医吼，有当时也是一个问题。中医就是讲要自然的物件，你即摆佫甲伊 extra 甲伊凑齐起来，讲这科学方法凑齐起来，凑齐起来就变西药去啊，都毋是中药咧吼。所以有当时这科学到底什么叫科学中药受中药咱讲足顺的嘛吼，足顺的顺就是讲因为足自然的物件嘛，对无？有当时你甲浓缩起来是。都无顺，都毋是，都有问题啊！所以这拢爱考虑着啦吼。我讲的是讲足总瓜咧讲啦，我毋是咧针对倒一项物件吼，毋是讲针对倒一项，我是一瓜来讲一种想法吼。食真济少的热量饮料吼，嘛是高热量饮料吼，即摆讲足歹，因为高热量饮料内底含有即种迄个果糖的迄个糖浆吼，这果糖糖浆是日本人发明的，果糖糖浆就是。2分蔗糖加1分果糖啦，淋起来吼，足甜足香足好食，下咧真济只什物苏打啥内底拢有，迄种high fructose 的 syrup， 迄种上歹吼，迄足歹吼。是讲酒量吼，酒咱会知影吼，你啉酒若面会红吼，古早讲啉酒会面会红，足紧就消气吼，无要紧。啉酒若面会红的人，上好莫啉酒。因为面酒若啉会红的人，表示你的身躯内底有欠一种酵素，咱东方人足济，特别台湾人超一半吼，即嘛要一半拢会欠个酵素。若欠迄个酵素的时候，迄个酒伊的代谢物吼，伫你的身躯的储存加足紧的，所以有迄个欠迄个酵素的人，就是啉酒面会红的人，你若去啉酒吼，你着食道癌的机会吼，差不多是加7倍。所以你若啉酒面会红，其实上好是莫啉酒啦，佫有一个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咱上爱听，就是讲倒一种食物食了较袂着癌吼，倒一种食物啥物 broccoli 偌好，啥物偌好对无吼？我甲你讲吼，啥物蓝莓啦、blueberry 啦吼、甜菜啦、broccoli 啦、garlic 吼、蒜啦吼、绿茶啥，大家拢好吼，拢讲有抗氧药效吼，但是其实吼，无啥物讲一项特别佫较好啦。咱的身体足复杂的，食物内底嘛足复杂的，也时间上过是你的问题。对。OK 吼，安尼吼，咱先来讲吼，无一个讲特别上好，你食 broccoli 足好的，所以你就一直甲食 broccoli 做啥？当然做啥？
花椰菜哦，不过你甲食花椰菜毋是，咱食物吼，每一种上帝做每100项拢总有好处，每一项拢爱食吼。我拄则讲食多样食物吼，绝对无迄个讲有特别一项啥物物件食了特别着项，100项都无效吼。所以尽量吼，所以我拄则有讲过吼，上你也去看所有的美国，不管是美国癌症协会啥物啥讲，啥物也做健康的上健康的饮食吼，伊绝对袂甲你讲去食 broccoli， 去食 blueberry， 去食啥货，伊讲就是啥。不抽烟、不喝酒、运动，维持健康体重，就是安尼吼。无迄个啥物撇步啦，无撇步啦吼。我来讲，我来是无人要来听吼。啊，搁有一个我最近看吼，人家讲，哦，食酸性饮食容易引起癌症啊，酸的物件引起癌症啊吼。我看文章内底写到咧安怎酸性的引起癌症，佮讲迄是美国的一个医学诺贝尔奖的啥物教授写，结果我去查。美国根本就无迄个教授连诺贝尔奖吼，所以你就知影讲，迄文章有啥问题吼？酸性饮食吼，无可能你不管食啥饮食，袂去影响到你身体的酸碱啦。因为你用身躯食物件吼，你的身躯变做较酸气就惨嘛。身躯咱的身躯真迄调节吼，你调节的迄个真复杂。你的腰肌，你的肺脏吼，你食啥物件，不管食啥物件，伊的酸碱拢甲你保持到伫7.4 7啊，偌济小可较稍微碱性。你食啥袂去影响到你身体的酸碱。好，伊血液通常是做碱的吼。你用你食物件去调节你的体内酸碱是无啥可能的啦吼。食蔬菜当然是真好啦，逐项拢食，但是这个体内酸碱无共款，所以甚至你安怎做酸碱做碱，咱嘛知影讲菜其实食就是变做碱的，对无？肉实在是碱酱变做酸的，所以这酸碱这观念爱想好吼。OK。除了咱食的物件真注意以外，咱就爱注意营养健康以外，咱的疾病的预防，咱疾病的预防，年纪较侪时，咱需要做啥？当然是癌症的筛检，对无？癌症的筛检，我今日毋是主题，毋是要讲这个，大家知影吼，乳癌啦、子宫颈癌、大肠癌、乳腺癌、肝癌肝癌这特别是咱台湾来的美国较少啦肝癌就咱有。迄个B型肝炎的带菌者是半年1年做一个超音波啦做一个抽血检查啥，这医生爱你甲医生去讲像大肠癌当时要做肠仔镜做到几月乳腺癌敢有需要去做迄个 PSA 这种有真侪问题，咱今日无时间去讲较侪乳癌咱来做 mammogram 到底是1年做1摆，2年做1摆做到几月就免做啥子宫颈癌当然是咱真大可能。都已经超过年纪，可能免去烦恼免去做种但是就是大家知影讲年纪较侪是需要嘛是，到底是到一个程度是当然是无需要去烦恼这，但是到什么程度了咱长辈会内底可能咱讲几岁就使做长辈会，50岁到都爱听讲年纪愈来愈轻但是大家拢愈来愈老少，所以年纪愈来愈少就使做参加长辈会所以真侪人可能还佫需要做子宫颈癌啥物子宫颈癌、乳癌、大肠癌筛检特别要甲大家讲肝癌，真正是咱台湾人较爱注意其实佫有一个咱台湾人较侪的，就是讲这个胃癌胃癌台湾嘛较侪美国较少，但是胃癌了佫无真好的这个筛检当然唯一的当时做胃镜这个预防注射我希望大家无例外一定逐年拢会注这个感冒预防针相信这大家人可能拢捌注过肺炎预防针这你甲医生参详拢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你几月时爱注啥物预防针特别带状疱疹疫苗可能你65岁拢注过肺炎预防针65岁拢注过这个感冒预防针是逐年拢爱注莫看轻讲感冒预防针，真侪时阵拢是感冒变做肺炎就肺炎所以就是感冒伫少年的人来讲，着感冒是感冒几日都好惊的但是伫囡仔囝较侪岁是会死的其实咱定咧惊讲啥物 HIV 啦，惊讲啥物遮侪迄个烦恼遮预防病其实感冒流行性感冒
互人死的机会比啥物 HIV 搁较侪，搁加足侪哦。古早有一个做 Spanish flu， 迄阵死人，迄死的人是死几千万的呢。哦。拄则小可就大家讲着忧郁症哦，咱前一时阵咱讲啊，就年纪较大啦，睇来都过身，当然嘛心情不准吼，但是爱注意吼，迄个我看到真济年纪较侪啦吼，尤其是咱即个台湾人的即个也是讲华人的，咱移民的社区内底吼，真济迄个生活不便啦吼，啊，搁囝儿吼，伫遮大部分来美国是讲囝儿真友好，毋是囝儿不好，是囝儿就无用爱做工课吼啥吼，所以当然较无大较甲你亲切吼，所以真济较济回啦，造成心情的不准，心情的歹，忧郁症，甚至我嘛看到有人因为忧郁症去自杀，拢有咧吼，所以这吼一个吼，这有一个吼，做这个筛检的量表，是讲10个问题，甲你问吼，啊你问问题，你若有5个超过5个是，迄个吼，就是讲有可能忧郁症啊，就需要去更加看医生，更加治疗。你若你家己的身躯边的人啦，是讲你的爸母啦吼，当毋是讲咱的爸母，咱的囡仔无伫遮吼，就是讲咱的吼，有即个情形啦吼，较有忧郁症的时候，无安尼甲伊讲，啊你年纪较侪啦，你不准啦啥吼，忧郁症是会死的。忧郁症是会死，不是讲会死啦。忧郁症嘛，你生活无快乐吼，影响到你的迄个快乐的日子吼。认知功能吼，古早有一集拢讲迄个华人吼，着即个老人痴呆症，着即个失智症的人较少。我也才知影讲，毋是华人较少啦，其实共款济啦，伊毋是少啦，是因为拢无去看医生啦，所以迄做报告起来，敢若华人的较少。因为咱啥无去看医生，咱讲老翻天本来就正常，本来老翻天老不处理，就好去看医生去创啥对？但是其实失智症会造成足济问题，像我拄则讲，药啊黑白食啦，还是讲煮物件时会去烧厝啦吼，还是讲莫讲遐真济吼。婆婆甲媳妇吼造成真正不和吼，因为我知我一个阿姑吼，伊的婆吼，常常拢讲伊家偷摕钱啥，我人气甲掠，惊过来知讲，就是失智症嘛，伊就家己钱乌白插，惊偷摕啊，插到尾家己揣无，就讲伊家就婆婆若有问题，拢嫌媳妇嘛，媳妇甲偷摕着吼。所以就要冤家吼，所以这个失智症吼，有当时啊，咱嘛爱注意吼，你若有迄个问题吼，迄个脾气真歹啦吼，是讲真正妒忌心啦吼，种咱后摆可能有人听过我讲过失智症嘛吼，这失智症我讲上一摆吼，迄是算我从比较较食惯的失智症，所以这吼嘛是爱注意吼。骨质疏松吼，就是讲这个查甫的吼，骨质疏松吼，查甫的普通是到底是毋是需要做骨质的疏松，较歹讲吼。但是你查甫内底若讲有发生骨折啦，是讲你有其他的病啦吼，还是讲你的身躯无定老倒丢吼，愈来愈矮吼。倒丢就是讲你这个脊椎吼，可能有迄个 compression fracture 吼，骨折伤。种时你嘛爱去可能会使去做一个骨质疏松吼，因为骨质疏松有可能爱治疗啊吼。因为咱拄则讲着骨质疏松的问题，就较互你骨头较容易少发一个滑倒，就会滑倒去吼。但若讲着我今日无可能有听人讲着滑倒吼，骨头滑倒去，毋是一个小可代志，当然疼免讲，但是咱若从即个骹骨滑倒去吼，滑倒去了的统计吼，伊的迄个过来的死亡率吼，比电工骨较严重。想到伊咧骨断去吼，你若讲老岁仔人骨断去吼，对去倒入不成吼，就一寡什么痔疮啦、什么肺炎啊啥，种感染啊，足侪并发症，尿道感染足侪并发症，所以骨头滑断去，毋是感觉疼尔，是真严重的一个毛病吼。所以咱若当防止啊骨头滑断去是真重要吼。预防跌倒吼，运动啦吼。还是讲家己教都安全啦吼，环境危害因子吼，我拄则有讲的吼，今日无时间讲大家环境的因子，就是讲真济较侪岁老岁人话题，我拄则有讲的吼，有2个真大因素，一个就是讲暗时仔会放尿，暗时仔起来吼，
个涂骹摆甲全物件，吼，啊，搁暗暗做甲暗吼，所以无注意去踢着物件滑倒，吼，真侪时啊，吼，要去暗时啊要便所滑倒，啊无就真侪是爬楼梯，吼，楼梯的时无看好势，吼，爬楼梯，吼，啊，所以即个物件吼，咱个环境危害因素，吼，你有当时你若无经验，吼，你著家己去顺，吼，是无经验，吼，我社会讲工作来当家己顺，吼，看你的厝内底有啥物容易吼。咱做父母的时，拢会知影讲吼，惊讲囡仔会做啥物，会啥物跋倒啥，去做一寡防止啦，对无？但是咱即个年纪较大吼，嘛是要来注意讲有啥物防止，安怎去受到伤害吼，这真重要吼。啊药啊，吼，真侪药啊，互你平衡好问题。吼行路衫较袂稳，吼较容易滑倒，尤其是一般较侪岁时定讲我困袂去，吼困袂去，有诶医生较无注意，互你安眠药，食计能早暗时啊困，较困，啊毋过早起起来较高讲吼较轻，就足容易滑倒诶吼。啊真侪药啊，即项药啊，参这项药啊，食愈来都真有关系，所以即个药啊真重要，吼。运动吼。真重要，运动就是讲包括你的即个，互你肌肉的训练，互你肌肉较有力。咱较侪岁时，咱的肌肉慢慢的无力去，咱慢慢的消失肌肉。所以不要讲互你的为了调，讲要互我早甲强壮，迄毋是去食啥物补药啦，就是讲运动。运动互你的肌肉较强壮，就较袂滑倒。你的平衡的训练，真侪时阵，咱少年的滑倒，无注意滑倒，咱会安怎？手出去。上摆手滑断去尔嘛，对无？但是较侪岁人，伊滑倒，伊手无走出去呢，无反应无好呢，所以偏一个滑倒，规个人就上袂去啊，规个人滑倒，甚至弄着头，甚至弄着骹骨对无？所以你若有训练迄个平衡吼，就讲你训练啥物太极拳啥吼，你的平衡训练较真重要，吼，这种足重要吼。行路训练吼，真侪时阵我常看一个人，伊的。有滑倒的可能性较大吼，真简单的一个，就是讲你坐伫遐吼，我讲叫你手莫换物件，徛起来，行几步，滑头，佫行倒转来，佫坐落，我若看你有照安尼做吼，安尼可能你就可能无问题。你若安尼做，我当看到啥物问题时，我就知影讲叫物理治疗师安怎去甲你加强，是你的骹无压悬，行路时骹无压悬，还是你的肌肉无力用拖的，还是怎观察起来，当甲你。特别看了一个医生就晓去甲你讲，安怎去甲你帮助你的肌肉，帮助你的运动，互你会当较袂去滑倒吼。拄则讲的吼，滑倒较危险就讲年纪较大的啦吼，还是讲有其他有咧食药啊啦吼，还是种吼，还是平衡不太吼，甚至迄个过迄类药啊吼，即拢会影响着吼，所以即拢要注意。今仔吼是大家一个大略聊啦吼，真正详细的情况，当时你若有特别的问题吼，会使佫讲，还是讲你会使甲你的医生参详吼。咱讲运动，年纪的啦较侪真正拢知影运动啦，是讲今日甲你大家讲运动偌重要，是假讲，你大部知影运动重要，是无爱做尔嘛，对无？所以这是甲你讲，要安怎做，互你较想要做运动。一边听音乐，一边运动，也是恁拢爱听迄个啥物政论节目嘛，啥物一边看政论节目，我讲莫坐伫遐听政论节目啦，你嘛免安尼看甲较紧啊，你伫遐看讲啥物人咧讲话，你著甲全部听大声伫遐听，你伫遐运动安尼你运动就袂遐无聊嘛，对无若讲听了讨厌时嘛，免伫遐大声诶，你著走较紧就好啊，运动较困难咧，较出来就好啊，佫一个就是讲吼，这查某人吼，爱 shopping 啊。我讲，较早我看我妈妈吼，行路拢讲伊艰苦疼，身体骹疼，若带去 shopping，行几个点钟，行到我成日连动伊嘛咧行。所以你甲带去迄个mall内底吼，你著mall楼梯爬楼梯甲遮看遐看吼，迄嘛是一种运动，对无？佫袂无聊，对无吼？莫买就好啊。去参加比赛啦吼，还是讲去自然吼健行啦吼，还是讲瑜伽啦吼，去参加这吼。像讲咱这长辈会嘛，创一个啥物吼，互大家做伙聚会，搁是做运动，搁是做交朋友，搁是做这嘛是真好，还是讲到袂使有这个活动还是讲一般看电影吼，做这种所以这种互你较会要运动啦吼，
是讲你家己知吼，咱定讲咱做伙来啉一咖啡，莫去啉咖啡啦，做伙去做健身就好啊嘛，去爬山是讲你去泡高尔夫球时，家己买球杆好坐赛车种种啦骑狗去坐只狗饲只狗你法度时。放完你就爱带去放球放赛的嘛，你就爱带去对无是讲种遮说有真济步数你会当较要运动莫讲运动，莫互变做无聊代志好，咱讲到大家身体都做成讲的但是心理上真济，互咱的物质的因为真不幸一个咱的。老伴已经无伫咧啊，是讲你婚姻关系的调试婚姻关系的调试有做一种甚至讲有一个朋友伊讲，因太太讲我要退休啊，伊讲伊若退休过家，伫厝里甲我掠屎，我哪会同意对无？是本来几啊十年拢无问题，有人讲几啊十年拢无问题，咱食老啥物离婚？几啊十年拢伊做伊的，即摆两个食老回家掠面对面开始嫌所以这婚姻跟关系的调试，这个退休了，种种的一个有的人讲退休了较早死，退休了你拢爱照常两单4年，所以退休后摆这个计划，你要退休以前是讲我明仔载要退休就退休时你要有一个计划，你退休了要创啥像有人讲我退休了，佫愈无用就大工课愈济，因为大家知你退休我拢要来找你感官的失落常常你手较歹听力较歹若是听力歹你看电视看啊笑卡你听拢无种种啥这拢会去影着你开始看病，甚至着讲年纪较大咱台湾人讲我会使讲但是总是年纪较大你无爱讲，你的心内嘛去想这是个后摆有机会当甲大家讲咱定讲我看有真正主要是这个华人的社会看得出真正老母破病，老母着癌。其实我迄刚才看到一个老母着癌，因为囡仔家己特别来讲，我无爱互阮老母知影着，我爱互阮老母知影着。护士拢甲我讲，毋知要怎甲伊处理咧，因为伊拢袂使伫老母的面前，拢袂使讲着。我讲好来，我来甲伊开会，我去，查某囝老母拢坐伫遐，我甲伊老母讲，你敢知影你身体有哪无爽嘛？因老母讲我着癌。你查某囝叫我袂使甲伊老母讲，来老母早就知，我讲其实老母知，哪有人讲着甲毋知对无你讲我无爱互伊知，因老母伫查某面前，查某囝面前，惊因查某囝烦恼，拢加讲我毋知，因查某囝面前也毋敢讲，两个拢伫遐假啦。走去外口，两个伫遐哭，叫大家拢笑干安尼无必要安尼咱爱面对，因为面对的时咱才会当讲出来时才会当互相支持。互相安慰，对吧？所以这面对死亡，免惊，你惊嘛无好，你要讲，咱就当来安排。面对人生的重大挑战，亲像破病、断病，那是专注于感恩的事啦。世间内当感恩的代志足多，大家早时困起来，目睭紧讲，实在真欢喜，我目睭佫紧佫当紧。看到你的囡仔，虽然是看到你的孙仔，虽然是足吵的，不过你讲真欢喜，我都当到我孙仔做伙，真济头感恩的代志食物件虽然食了无够好食，真欢喜，我还佫有法度食感恩的代志，你人生失去愈济时，愈会当珍贵。咱定拢咱讲英语讲 take it for granted， 身躯边的本来。身体了嫌东嫌西但是若失去的时，咱知影讲足珍贵所以真济咱会当享受你所拥有的。昨晚才是一个患者在咧讲我讲这是一个电话，即我讲，伊咧问讲伊佫偌久啥，我免去讲遐济后摆代志无人知嘛，伊佫身体作用电工的，有人定甲我讲，医生啊，你甲我做所有检查，我知影身体电工我袂死。我讲我会当甲你讲，你身体可能检查拢拢正电工，毋过你行出叫车弄着，你嘛是会死。对无？无人知影，明仔载啥物代志咧发生嘛，所以明仔载的代志免烦恼，你嫌恼烦恼讲明仔载你无钱通付你的厝税，或者你若要去免烦恼，明仔载的代志，咱爱去计划，咱爱去调整，但是咱袂去烦恼，享受你今仔日所有的，
享受你今日所有的过去的代志，搁较毋免烦恼啦。过去的代志都已经过去啊，你搁去遐烦恼有创啥了？所以享受今日所有的啊。诚实表达家己的情绪啊，无伫遐安尼气到要死吼，啊一直讲，我看足侪人安尼咧，哦嘿，我看一个新妇是啥物啊？对婆婆足不满，唔敢表现，啊一直甲抱因婆婆，愈抱愈气，气到有一天就爆发，总甲因婆婆挂上去台，挡袂掉咧吼，吼。诚实表示你讲啊，你安尼，你妈妈你安尼做吼，我心内足艰苦安尼吼，安尼吼。啊，开始的时就会当安尼讲，啊一讲的时当然就当来解决着。啊，你迄个底下一直无要老实，啊到尾拢是愤怒、怨恨，啊无就是忧郁。吼，啊若无你若讲我就讲，你找一个朋友讲，啊无你日字来写吼。袂当改变的事实，爱接受啦。像讲咱。人有一天一定死，爱接受啦。你免伫遐想讲明仔有啥物科学的新发现，你会当话永远袂死，无啦。吼，接受吼，袂当改变吼。啊，你若得着讲，要安怎来治疗吼？接受袂当改变，但是毋是讲叫你讲放互拖吼，会当做爱做，爱讲做你所会当做的吼其他吼免去讲吼。每一个苦难中，就是你要去找迄个意义。每一个苦难中拢有迄个意义啦。你知影无？有人讲，咱有看到真侪人吼，因囡仔，因就去像讲去车啉酒醉啊闹事。你会当坐伫厝内底，伫遐一直哭，一直烦恼讲我囡仔去车闹事，但是你会当化做一个有意义的代志，开始去做较有意义的去。组织一个团体来反对遐个啉酒、赛车啊啥，种即个代志对。也是讲你伫你的团体内底你真不幸，你丧失你的老伴，但是你若伫遐当然是会使伫遐靠伫遐优秀，但是你若看你的教会，看你的身躯边有真侪嘛丧失老伴的人，你甲变做一个有意义的代志，即个你会当安慰，你会当了解。把你的损失、把你的心情、把你所造成的苦难，做成一个有意义的代志，吼，这会当互你较会当面对你的人生的重大挑战，吼。每一工会当做，尽量去做，吼，我讲这样代志足艰苦、足困难的，我甲拖吼，拖到明仔载，代志愈拖愈济嘛，你今日当做偌济算偌济嘛，所以常常迄患者来甲我问讲当我医生我即摆得到这要怎创？我讲。Do our best， 就是讲做咱上好的、上尽来去做，leave the rest to God， 出来交上帝去啊！你会当做你做，尽量去做，袂使坐伫遐讲等死也是等啥，尽量去做。但是你做会做，但是迄个outcome、迄个效果、迄个结果放落去，人际关系最重要。我家己文章一个长达50年的研究报告，即个美国宾州有一个小城吼，奇怪，讲3个小城吼，白拢心脏病吼，迄个小城心脏病的人比人加足少，有3个小城有差不多共款，甲看奇怪，尾啊，迄个3个小城内底医生也共款，病也共款，大项拢共款，迄个小城哪会比人心脏病较少？结果伊尾啊发现讲是讲。这个小城啊，拢是1880年意大利人过来，拢住伫遐啦。所以住伫遐真好的这个社交，因为你知意大利人足合作的意大利人足伙，所以真好社交。所以迄个社交虽然是，所以呢老人有迄个精神寄托，生活不寂寞所以真正迄个心脏死亡率真高。咱即摆真正讲身体的这个压力啦种种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所以咱台湾人有这个社区活动足好的咱这个迄个华侨文教中心帮助咱社区这对咱的社区的健康，不但是精神上健康，对咱身体健康真有帮助所以伫迄个小城到尾60年代时开始迄个社区大家囡仔拢搬出去啊啥迄个社区的迄个社交无去啊了迄个城心脏病拢悬起来，甲其他的城共款。所以这个讲来讲，交际社交
对身体的影响是真大哦。所以要安怎才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常常甲朋友爱保持联系哦，常常甲朋友有联系哦，常花时间去结交新的朋友，特别是比你年轻的朋友，比你较少年的朋友哦，去交哦。所以可能咱中辈会的这主持这老的真知，所以即摆甲迄年纪拢是降低吼。本来敢若讲65岁，过来变60岁，变55岁，再变50岁吼。过不了长辈会40岁就太老。哎，咱才有机会交少年的朋友嘛，对吧？哦，至少每天花时间一个人相聚啦。哦，因为咱即摆逐项拢 email 啦，什么 Facebook 啦吼。啊，讲话讲规波，但是无共款面对面，哦，面对爱花时间吼相聚。你好，想讲吼，啊我住伫遮，阮囡仔住伫吼塞车5分钟，啊规家己打电话，规家己甲 email 吼来看吼，无共款吼。参加义务活动哦，咱中辈会足需要较侪义务活动的，咱华侨教师可能嘛足需要人义务的。参加义务活动的时候，有人甲联系哦，会当网站啦，互你的助人为快乐资本，互你的生命较有意义哦。啊，这个哦，你若讲有失去啥物亲人的时候，尽量去参加互助团体哦，有足侪互助团体吼，卡无去的人有一个卡无去的团体上互相帮助哦。所以这样刚好你保持着你较好的人际关系吼。好，要让幸福快乐。王姐，老人无一定讲到较艰苦咧，吼，咱做足侪咧全世界做足侪国家做会出来吼，差不多50岁、40、50岁阵后是幸福指数上低的时阵，过来开始等到愈来愈幸福。我听到侪人讲，我足欢喜的，我足enjoy我愈来愈济嘛，因为咱愈来愈济吼，少年的时候。烦恼囡仔的教育，烦恼讲咱的头路毋知安怎，烦恼讲咱毋知赚得到钱无吼，要烦恼但足济，即摆食老就退休有钱有钱又有闲吼，就无啥物烦恼，所以等到幸福指数愈来愈悬啦吼。钱会当要幸福，即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吼，即个 Daniel 吼，伊做一个报告吼，伊讲这是迄个2008年时候。钱愈济都是愈幸福，不过到一个程度尔啦，到差不多7.5万吼，你的年收入差不多7万5吼，搁较侪钱嘛，我无较幸福。所以钱是真重要，但是到一个程度，伤侪钱吼，摕出来较麻烦。哦，这个实验真出，你可能听过，哈佛大学吼，伊做。200几个学生吼，1938年吼，甲伊追踪了75年呢。哦，这是追踪了75年，对于迄阵大学的学生吼，一直甲追踪75年。迄个做实验的迄个人吼，已经活到第4代啊吼，一代搁一代吼，第4代。结果吼，伊拢做足侪survey，对因伫大学的时间，问讲恁做啥物代志，然后甲伊追踪甲伊活到90几岁吼，看因的生活快乐无快乐，再搁倒转看伊迄个survey内底讲吼是啥物原因吼会快乐，结果伊得到2个结论，啥物结论？幸福的2大支柱吼，一个就是讲爱去爱别人，一个就是讲爱去接受别人。你爱知影要安怎爱别人，爱人如己，爱别人。你若无爱别人，敢若爱家己，你袂幸福。但是你爱别人，你搁爱知影要安怎去接受别人。咱常常讲，咱做爱共帮赞，但是咱无爱互帮赞，咱感觉足见笑，有无？咱华人常常咧吼一个民主，哦，若要叫伊来共帮赞，咱做到足好个，即摆着伊家己问题，人来帮赞的时候，闭起来我互来。咱爱去爱别人，咱嘛爱去接受别人的爱，吼。施比受有福，吼，咱常常晓讲，真正医学有做一个报告吼，迄个较容易共帮赞的人吼，伊吼较有迄个自尊吼，真正拄着真严重的代志的时候，伊较袂受伤，较袂忧郁症，哦，所以施比受有福，伫医学上有真正的证据，吼。幸福，所以讲咱常常讲，咱要追求幸福的人生，其实幸福的人生、幸福的人生，不是追求啦，
你要追求幸福的人生，你袂得幸福的人生，啥？因为你要追求幸福的人生，就是数嘛，你想要爱嘛，你要讲追求幸福的人生，拢是我要爱这，我要爱迄嘛。但是你若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是诗嘛，因为你要讲，你做有意义的代志，你就要去互人去甲放赞，对。所以诗比受用如。免去追求幸福的人生，因为你追求袂到。但是当你若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的时，幸福就对着。你唔免去追求幸福吼，所以咱要所要追求的是有意义的人生，不是幸福的人生。好，追求幸福的人多造一寿，追求有意义的人是造一世，对吧？做那里啊。剩一个分钟啊，简单讲者吼，这个医生吼 ，William Thomas 真趣味吼，伊是一个好台湾毕业的医生。伊本来是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伊吼尾来家己走倒转去伊的假设伊的迄个。故乡吼去做这个老人院的医生，去老人院第一届去看时吼，一寡老人拢坐伫遐，要死伫遐等死，像我第一届第二张做互人的相片吼，足无大家拢真正都家伫遐等死，伊讲哪会使安尼这老人吼，所以伊走去找迄个老人院的迄个主人吼，伊甲讲，你甲我买鸟啊，你甲我买狗啊，你甲我创一个菜名，互这个老伙仔人去做。哇！遐老岁人有一个意义啊，伊人生有意义啊，伊开始帮站去做菜，去照顾狗。哇！遐人拢好起来，甚至有足侪人无需要到老人院头转去。吼，所以你看最近即个 Oregon 也是讲吼 ，Oregon 到即条也有吼，有一寡老人院吼边仔佫设一个育幼院有无？吼，顾囡仔，互老人先煞照顾囡仔，互囡仔去先煞去老人欢喜吼，互因的人生倒一个意义出来。所以真重要，咱活伫遮，咱嘛是爱去想讲，我要安怎互我人生的意义？我要安怎莫搁干那要共数？我要安怎去思？吼，学习饶恕吼，无啥时间吼，是讲，这一个真趣味的报告吼，甲伊讲，你若会甲人原谅别人吼，你较袂不准啦。哦，但是若查甫咧。你原谅别人，别人无原谅你吼，愈准，所以查某人度量较细啦吼。所以如何在老人生活中寻找意义吼？较过去的嗜好搁在重做，甲你的孙仔佚佗，有新的物件，参加社区的活动，成人教育吼，去新的所在旅游，花时间来享受大自然，享受各样艺术活动，写家己的人生的经历的回忆录吼，种遮吼。我有当找着吼，尽量笑笑尽量笑怎样才能有幸福的人生？结论第一，饶恕人生，爱原谅别人你不爱原谅别人，册别人，想要爱伊紧死这个人足讨厌去死好，等于你家己啉毒药，要爱人死。你要爱人死的人，人伊就唔知啦，而家我怀疑讲，你册到去死，而家啉毒药所以原谅别人，彼此饶恕。分享的人生你的人生，你的钱超过7万块的身体这样分享有意义的人生注意原重点，这是一个日本人伊活到即摆有105岁、104岁伊的一个医生伊后去台湾去101遐去演讲伊写一个45个习惯，其实无啥，心中有把握，咱都讲爱人，都知影接受爱但有一个正面的想法，挑战新的事物，锻炼家己的专注力，向心目中的美好学习感受他人的心情然后漂亮珍惜所有相处大家先看一下无搁食伤饱我想过时间真食物件啥物拢有都袂好做，大家拢爱食下到行路，运动、正面思考、调节压力、反省自身、要求自己我以前就有习惯，大家拢爱做做这块啦所以上面就是讲，我开名关心讲你的生命当时要结束啦，当时你的生命开始你即摆活的生命是开始，你有咧帮助别人，你有咧原谅别人无？你有咧做一寡有意义的人生无？只有迄个时阵，你的生命才开始，你的生命还未开始，大家评论讲你的生命当时要结束。你也许无法为你的生命增加岁月，你无法度互你加几岁，你当时的死你唔知，但是你会当互你的几岁内底搁较有寿命。
好，大家时间不好。谢谢廖医师甲咱讲遐济，这个关于健康安怎注意、安怎保养、安怎预防，会遮济常识甲知识。多谢伊已经有2遍来咱准备会来演讲，非常的感谢廖医师。